欢喜学台语，真福气的阿嬷搁来啊！今日要来讲22篇中秋节8月半。8月半是中秋节，我来用7字的韵调来念谣。8月半是中秋节，中秋暝爱想月娘。月娘光光光，照菜园。月娘圆圆圆，照塔门。月娘圆圆拉大饼。月娘光光照山岭，照着阮兜的门床。月娘啊，年真长，请你陪阮到天光。刷落来用8字的念谣。中秋暝，月娘圆练练，门口埕照甲光光光。等大细汉倒转来团圆，月圆人团圆，想月娘。阿公啊，赶紧泡老人茶，阿嬷无用咧缀油仔，阿爸搬倒椅放门口，阿母切月饼，传四手仔。规家伙仔一大埕，想月阿公啊讲古真趣味，阿弟啊笑甲嘴仔利塞塞，大家食饼甜甜甜，大家食四手仔好滋味，大家食油仔酸黏甜。大家大细听甲两边耳仔啪啪啪。刷落来要来讲，月娘莫受气，月娘妈，月娘妈，阮这阵咧佚佗，黄目睭你相找，阮无张持。甲你比着，你相找1、2、3、4、5，无小心甲你比着，拜托你毋通受气，夜刀啊挂阮两边耳。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出外的囡仔倒转去团圆，落来。